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欢迎收看《宝岛高阿丁》。爱水是查某人的天性，俗语讲，若要装好水水，就爱抹粉点胭脂。恁敢有想过，100年前的台湾女性是用啥物来抹粉点胭脂？后面嘛幼咪咪的秘诀又搁是啥物？古早的阿嬷吼，有抹粉表示较水，搁较有礼貌，所以吼，要出门啦，天光困起来啦，拢会较紧的。面洗好吼，就去找粉来抹。查某囡仔吼，头一摆抹粉开面吼，就是用咱身体的白粉，甲面抹白白吼，满面的人会用一条红色的线，表示对即马起拢开始好运。完了，就是面已经开过啦，你已经对一个小姐变成是人的太太，人的某安尼。这嘛是很老的老牌子，阿妈级的，因拢来遮买这去伫咧抹。阮阿做迄阵啊抹，伊若行对我边仔过，我会感觉讲，哦，足芳的，阿祖你哪遐尼芳？原来现代女性爱用的保养品，早伫咧100年前的台湾就流行过，无论是洗的、抹的、画的，拢总有家己的一套方法。今仔日就互咱来看细汉的时阵。阿嬷是安怎美丽又搁芳芳的秘密？人咧讲啊，3分煮娘都爱7分装，装好水水吼，都爱先点胭脂啊、抹粉啊。所以讲吼，咱讲伪装化妆啊，会当是吼，互人变甲搁较好看的一个魔术啦吼。即马是清菜菜吼，你去行入去一间迄个叫做药妆店吼，迄内面吼迄化妆的物件是百款，规间店吼，你甲洗1箍。每一项物件你甲试用一下吼，搁较出来规个面吼拢无共款型啊吼，所以讲，大家莫想讲吼，以前化妆吼是古早人咧用的代志，其实吼现代人甲古早人吼拢共款拢爱化妆，化甲安尼水。人讲吼，女性画眉点胭脂来去设计，所以咱今仔日吼，就请来咱这个台湾文史工作者王丽如老师来甲咱带咱到底来去看卖讲100多年前，100年来吼，咱台湾的查某人到底是安怎去变作水当当的故事，咱来欢迎王老师。大家好，我是王丽如。主持人手头就是一个原竹的红姜粉啊，嘛是叫白粉安尼。有影咧，足古老的吼，足古早型的，这唔那是会当抹粉个人挽面对。早期咱台湾咱看到的大概是这型的。对，幼路就是靠这啊。以前就是靠这粉啊。对。直接安尼，像即马卸妆就最复杂的啊，较早卸妆就较无复杂，这就天然的物件啊。哦，天然啊，所以伊的原料是啥物啊？有讲玉米淀粉，是。嘛有叫讲迄石膏迄款的。以前女性哦，伫咱台湾的时阵是，以前化妆敢是一个真殊常的代志。其实古早你逐工爱做事，譬如讲做田人，哪有可能逐工化妆？差不多100多年前，化妆这个概念是差不多，譬如讲大代志时阵，譬如说你要嫁啊，有啥物宴会啦，千金小姐，你个营无代志做，安尼你较有时间会当去化妆。无做事人是无啥物会当化妆，较定是保养尔啦。譬如讲头妆啊，地油甲抹的，安尼互伊乌金安尼啦。满面啦，其实是一个较现代化的。就譬如讲，阮即马手头看遐侪物件，也是阮即马听到的什物是西多啊、卡内布啊，即寡拢是较近代的，为日本时代现代化了后入来的物件。是，我自细汉做戏啊，做戏吼，你讲着讲小姐人啊，吼，伫阿娘啊、查某囡仔伫咧厝内无代志做，就是画面啦，吼，就是夹一支，咱就听到讲花园墙边吼，迄个门外都有人迄个画玲珑卖10色。
其实有歌好唱的。是啊，哎呀，讲哦，玲珑歌响叮当，街头来了买花人，买花人啊，拢是迄落烟头啊送。啊对，少年人。啊，本地歌啊内底迄四大出中间有一出到咗10世纪，啊，就像安尼10岁档。啊，迄个时阵10岁档毋是安尼啦，这是后来才有这是后来有空兵车才有安尼搭。嘿，较早拢是搭的啦，嘿，搭警告塔搭的啊。是啊，啊10岁档就迄10岁人啊，10岁人就是拢迄少年囡啊，查甫的吼，因为你要搭嘛，你才有气力，吼，所以讲查某囡仔是无法度去做这个事头。 杂色的物件就本地是本土的物件嘛，啊后来佫有一寡舶来品的物件，啊这款舶来品的物件嘛是甲即马讲，譬如讲种药妆店，是，甲洗药妆店嘛是同款，只是伊变做商店是用行的，你即马是人去洗商店，是，啊较早是商店是活动的安尼，是现代就无啥共款的。 若是讲放伫古早，我小食人啊，敢若碰粉会当买，其实佫有其他的嘛，啊有啥物选择？佫有香油啊，较早是地油啦，啊后来是佫日本时代就加一寡香料，迄款为东油来啊、西油来迄款香料，啊香料加入去了，伊就甲你讲，哦，阮这甲较早的地油无共款哦，阮这袂安尼黏啊，袂臭，无迄地油味，嘿，无臭，迄地油味嘛，啊伊这边这有香味哦，所以其实伪装较早其实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你看的。 面无装的，另外一个概念是香味。哦，是派香味，譬如讲你香油、秀香水、花露水、啊爽身粉，这我拢是甲香味有关系，所以甲伪装嘛有关系。你看这张图，有影，日本时代吼，咱台湾都讲过，对，所以你看，为啥走音啊？安尼就优秀的，安尼挽花安尼，挽花安尼，敢若有香味味内底传出来，啊。 内底走音啊，着喙唇着有红的，啊面部嘛有红的，安尼目有收过，安尼就资生堂较早吼是其实吼是本地毋是做化妆品的。哈，伊原本是做啥？伊做化学品。化学品。对，伊是本地伫咧台湾日新报顶馆吼，伊其实广告的时阵，伊拢广告讲伊是伫咧卖烧干啊、烧瓶，然后苏打粉。哦。 嘿，啊，佫有啥物白矾，伊是后来开始，就像迄即马有一寡本来是做化工的有无？就开始做家己的保养品啊、化妆品啊出来，实际都嘛是安尼。伊本来伊的店面伫对，敢知？伊的店面伫咧北门。哦。1909年的时阵火烧。啊，为啥火烧？是因为内底一个员工伫咧食薰，烧到绷带。是。就。 你就知影迄化工的物件，绷带啊，佫有白粉，啊，就是规个烧起来。迄时阵，这化妆较复杂的观念，就是按日本来的。你看伊的物件，就譬如说抓白粉，啊，抓白粉是啥的？对啊，抓白粉，白粉就白粉，啥那个抓白粉？抓白粉就其实敢若即卖的粉饼。毋过伊即卖日文当中抓白粉，有时阵会叫吸油面纸。哦，是。 嘿，啊，只是较早古早的时阵，抓白粉就是要敢若包装安尼的概念，伊就是薄薄的纸有无？啊，伊就浸粉，啊浸粉啊，互伊打有无？啊，互伊打了，毋是就抹起来，就敢若会抹白粉包装嘛呢？伊就会当炸出去，所以伊佫会分哦，伊佫会分白色甲粉红色。是，讲你包装有粉红色面皮面手会较好安尼，这款到即马都搁伫咧用诶。哦，搁有咧卖。看这个相片哦，我无啥物感觉，但看来迄现场这物件我都有印象。其实即马吼，敢若店头搁有咧卖，超过100年哦。对，超过100年啊！这较早是毛根康伫咧收束的时阵伫咧用诶，啊嘛是伫咧有点敢若化妆水安尼啦，化妆水。后来才知影讲哇。 原来伊历史有较久，因为我大学的时阵吼，迄阵这足流行的，就大家拢讲哦，这收束迄毛根康足好用的，啊，大家拢去买。啊，后来我才知影讲哦，这历史已经足久啊，你阿嬷的阿嬷可能拢伫咧用安尼，对，迄日本时代为日本传过来的。版面伊版幼毛嘛，对无？幼毛版啊，你毛根康就会因为。
慢会疼，会听，会开嘛，是伊会开，伊就讲开面嘛。啊，开面了后，你安怎较会当互你的面较幼落转去？啊，有时阵就爱抹者。迄阵广告就报纸迄阵广告就足济，你看就为较早为拄啊2张到这拢是牵伫报纸顶悬的。啊，像这嘛是，大家拢爱用啊，有优待安尼。有优待。嘿，有优待，有较俗物安尼，啊，啥物时阵来？这化妆品，这是后来。徐世道开始做化妆品了较有诶，啊，毋过即款的物件其实拢是因为报纸出来，咧广告，嘿，报纸广告，因为报纸即个概念嘛是为日本时代开始的，人看广告哦，这看起来足时髦的呢，是啊，较摩登呢，啊，就足厉害的，就会互伊吸引去买，就甲即摆你看广告，电视广告做同款嘛。其实化妆品会当大概分2款，以早分2款，就是讲一款是用看会到的，啊一款是闻会到的，用鼻味的吼，啊所以讲这就是高级香水，对，香香水，香香水，对，香香水。当然啦，你用到这时代度的，算讲是有较 high class 的对对对对对。啊，但是一般人吼，拢用迄个明青白迄花露水，来当做是香水的迄。迄个花露水吼，应该严格来讲是外来品，但是你即摆闻到迄个味，你就感觉迄足台湾味。啊，对啊。是。较早我阿嬷教阮洗身躯的时阵，拢剃汤啊放水。是。啊，剃汤啊放水了后，就2滴对，来底，啊，帮你洗身躯，啊，水就芳芳啊，洗身躯放讲啊，就芳的。所以迄阵高级香水这款物件，除了为日本来了以外，阁有为外国来吼。嘿，譬如讲，伊就讲哦，伫咧新闻哦，新闻顶悬伊就写哦，阮这香水为巴黎来的，为法国来的，啊，所以是价钱就较悬，所以差不多价钱拢会比实际都阁悬，差不多要1块。哎，要阁加1块，迄时阵1块就足大个啊。是，台湾妇人界，这是杂志，对，这杂志。所以讲有新闻报纸迄款的广告，啊有杂志了，杂志内底有广告。对，比如讲，啊，这个是女性的杂志，对，这个查某人看。对，内底就甲你讲啊，一个妇人人伫厝里，你做一个家庭主妇，你就是，譬如讲你煮食的物件，啥物较有营养，啊，你做。裁缝啊，要安怎做？啊，你化妆啊，安怎化？伊个会教，比如讲你面是圆的，啊，你面是散的，化妆的方法对无共款。伊个会甲你教，啊，而且个会请送甲你教，请做戏的人来甲你教。有影吼，艺段做戏的人啊，拢是算。走在流行的尖端，就是较时行的上时乌鸟啦，乌鸟是有影啦，对啊，就乌鸟，所以一般的妇人人哪有可能找到讲上甲你化妆，无共款就是印刷嘛，有印册啊，啊有翕相啊，所以你翕相的时阵，你就知影一个人生甲安怎，上重要的所在是对，啊，所以迄阵为虾米面迄拢会画2粒，嘿，画2粒，因为你翕相的时阵，较早是黑白的嘛，啊是后来较会标红，所以你黑白的时阵，迄2大翕相起来较明显。所以较早阮妈妈伫结婚的时阵，你看迄结婚相，拢迄2大拢足红的，是，一个表示讲我有化妆，是，嘿，所以因迄阵看报纸、看小报、微博，然后迄款微博就敢若即卖迄款。八卦的报纸啊，同款，所以内底拢足侪艺段啊、戏班啊，甲你讲啊，这即卖受时件的化妆是安怎，啊是上流行的头妆是安怎用，流行的衫是安怎穿，后来日本现代化了后，就一寡物件就开始不准啊嘛，譬如讲查甫人迄。后尾溜，清朝的后尾溜，爱剪掉，嘿，爱剪掉。啊，查囡仔的白骹的所在，爱放开，迄叫天竺花。因为办一个花叫天竺花安尼，所以爱放开。啊，你骹放开了后，你鞋仔就会当穿足济啊。譬如讲斯利达，啊，譬如讲迄款靴子啊，啊，宽大的啊，啊，迄鞋仔就足选着足济。所以化妆。无定是一个面的概念，其实对日本时代来讲，化妆其实是全身规个身躯现代化进步的概念。我要出去啊，我要互人看到，我会当互人看到我有
风光，我有互人看到的斑头，所以我爱化妆化甲水水啊，化妆嘛无然后是画面尔，啊身躯爱穿one piece，啊下骹爱穿宽带，啊头鬃爱垫，啊无爱滴啥物款的，啊出门甲压雨伞，安尼较是一个大小姐的扮安尼，所以迄阵伫报纸小报顶管就足侪会当学习的所在啦。无怪啦，无怪人咧讲吼，头毛乌油尖短短，心情洋装配官鞋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落水溪实在毋是叫落水溪，爱叫做东犁溪。啊嘛有讲爱叫做西犁溪，西犁伊就采一个足大的台湾上大的石敢洞，啊北方的溪洲伊就采一个足大的石塔。这就是这浮萍，然后这是铃木椅啊，娶某大姊较也是坐交椅，对吧吼？有饲的细只鸡啊，还有鸡母、鸡仔囝，啊你若看落来讲对吧吼？较唔惊拉腰背去。这条狗耶？条狗以后就铁钉啊套出来。啊，我听有啊。所以这叫做啥物呢？出钉。对，我听有啊。迄阵做囡仔，伫日本时代开始有做工课，帽啊、衫啊、穿叉啊穿甲水水，啊面膜啊水水啊，化妆啊化甲水水安尼。查甫人的气味。迄个理头店、理头章的条，对，剃头，而且是咱台湾查甫人的。讲你剃喙手剃煞了，对，你做嘛是做修修做的，就甲花露水共款是查某人的味。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高丁》。阮细汉时阵吼，拢听过伊讲人吼，啊，迄个查某囡仔吼，足生毛的。迄毋是生毛吗？其实生毛较早嘛有一个叫做摩登。哦，摩登。嘿，啊，为什么叫摩登？本来是英文的 modern， 现代艺术。啊，毋过 modern， 你去上海，啊，你去日本就变叫做摩登。来台湾变台语就变摩登。啊，为什么叫摩登？是因为较早做囡仔的头鬃哦，足长的。绑迄青条的结嘛。啊，报纸顶管就讲青条要绑一个结吼，就要绑2点钟，好就开时间呢。所以后来做囡仔就开始讲啊，逐工爱出去做头路、做膝头，那有可能逐工咧绑啊咧就加底，啊叫摩登安尼。啊，所以看到摩登啊，就知啊，这乌猫的啦。所以你就是生毛啊，你就爱摩登啊。对，甲迄时阵做囡仔，伫日本时代开始有做工课，会当出去做工课啊。无较早上加就是伫咧大道进产嘛，啊上加就是大道店经板地啊经地去外销嘛。所以后来日本时代就开始有一寡会当做车长小姐啊，收票的嘛，对吧？啊，咱整甲水水，较会当互人看啊。啊，搁有坐电梯小姐啊，坐流浪的电梯小姐嘛，是迄帽啊、衫啊、穿叉啊，穿甲水水，啊面膜啊水水啊，化妆啊化甲水水安尼。所以出去做头路、做膝头了后，这款现代化、商业化的膝头了后，做囡仔就开始有我甲装水水，啊我装水水爱有啥物物件会当互我装水水安尼。所以譬如讲像迄拄我讲的碰粉嘛，啊芳水嘛，啊芳油啊，啊搁有迄款湿纹啊、胭脂啊这款。但是阮兜吼一定有有这罐，啊这罐是啥呢？就是吼，咱近摆讲啊美国原装进口的吼，啊阮妈妈绝对吼是一年烫天，吼早起暗时哦，要起床了后，啊要困之前，一定会抹一罐。啊，你抹吼抹到内面安尼，我看讲又是有影油，但是规面拢油，毋是啦，油是面油，啊，这个凝霜伊的作用，敢是有影像阮母啊安尼摕来保养皮肤的吗？毋是，伊是用来卸妆的，卸。真的哦。对，迄其实阮所以根本都拢用唔到。我细汉时阵嘛有看过啊，阮阿姑是，譬如讲伊约会转来，啊伊约会转来就抹这啊，抹甲面油，因为你化妆品爱，敢若即马卸妆油的概念共款，你油的，啊抹伫咧面亮安尼，搁有收敛的效果安尼甲，为化妆品安尼抹起来。这个味吼，阮母啊都是用这摆，啊，都是用这
都是用这个原味的。伊就是下妆，互你下妆啊尔。好啊，阮母也是王生啊，啊无吼，有影我即摆甲讲啊，不然骗一死啊，骗一死啦伊即摆到有影是到死啊，拢毋知。无要紧，无要紧。迄阵足侪人嘛是凊彩用啊，你嘛是毋知影，就无人甲你教啊。是因为迄阵报纸甲你教安怎伪装的，拢是写日文。啊，啊有影咧，啊即款嘛拢英文。系啊，啊就是所以这就是为欧美来的啊。是。啊，两条路嘛，无就是为日本来的。譬如讲白粉，佮看拄啊看爱抓白粉，啊无就为欧美来，去换这款下妆、下妆，用来刷你就用湿文啊。用啥文？湿文，较早用湿文洗面的啊。日本时代安尼较讲湿文，因为较早这其实算化学品啊，这毋是完全天然的啦。啊，较早也是叫地箍，对，地箍啊，地箍就是譬如讲地铺有啊地啊。啊，地油，是地下油，地下油用刷了后，迄地迄毋是有清洁，会当较清气的功效。啊，伊就扣起来，啊，抹身躯安尼，敢若洗身躯，它有清洁安尼，去油的功用。所以较早湿文是叫地箍，啊后来较叫湿文。其实即卖的人来讲啊，湿文地箍，其实意思是共款，但是伫以早人的迄个观念内底，若讲。地箍就敢像咱咧洗衫啦，迄个地箍。啊，若是咧洗面的，就叫做湿文。嘛是有另外一个讲法啦，叫时间啊。啊，时间，时间嘛，台语嘛有叫时间。啊，日语就是时间嘛，对，汉字时间对，时间。啊，时间，迄间迄字就是碱嘛。啊，碱就是化学的物件。哦。所以伊嘛是后来的过程，日本。接受现代化的过程了后，伊嘛是开始发展这款物件，所以台湾就三种讲法拢有，就譬如讲上早的地箍嘛，啊后来的湿文嘛，啊日文的时间嘛，因为是面现代化的是过程当中就是安尼。啊，还有一项，哦，这嘛是细汉有看过啊，女王级的珍珠膏，啊这珍珠膏的用途是啥？就抹面，互伊面油安尼。你讲抹面啊，我只看有写两字，以后都救面。譬如讲珍珠膏啊、雪花膏啊，这款拢是同款作用的啊。啊，明彩白其实除了花露水，伊个出迄个不要粉。这就是不要粉啊。不要粉，啊就大就这啦，讲好去买这啦。所以其实伊的功能吼，除了是会当做不要粉，啊，佫会当做碰粉的。是。啊，这嘛是抹面的啊。拢抹面的，系啊，因为面上重要嘛，来确认是，这嘛是抹面的啊。哦，迄就是敢若保养的啊，迄啊就较雪芙兰共款，就保养啊，刮人的时阵毋是会闭嘛，会闭的时阵你就抹这，啊就抹这会当较好洗安尼，较袂伫咧刮人的时阵，拢闭甲足艰苦的安尼。老师，你摕这罐，对，恁查某囡仔较罕的。嘿，我就想讲这罐是。这吼，这阮兜有，因为阮爸爸吼，伊嘛是做生意的嘛，啊，伊就有当时出去的时阵吼，小抹者，这是抹头鬃的，抹头鬃了吼，迄规个头吼，油洗啊，油洗是无，是有一个味，啊，是有味啊。你甲品者，这是足查甫人的味。哦，我知影，是查甫人的气味，迄个。里头鬃的调，剃头店的味，啊，讲去剃水手剃刷了，对，做嘛是做手术做的，这就是查甫人的味，而且是咱台湾查甫人的味哦。嘿，你外国人无这味，就甲花露水共款是查某人的味共款啊。所以咱台湾女性吼，啊早期的就是吼，女性的身躯顶管你有当闻到花露水的味。哦，啊，查甫人就在闻到这罐的味。本地台湾其实是农业社会嘛，农业社会你做世人做田人，你是无法度逐工会当化妆伪装，所以其实迄阵做囡仔出门的时阵，拢无法度会当安尼装甲水，只有较有钱较好野，所以阮头前讲化玲珑、洗玲珑，会当买碰粉的，拢嘛差不多是好野人安尼。啊，后来到日本时代的时阵，因为这边现代化的关系，就是你身体的规个概念拢无共款啦。你头鬃你爱加，啊你骹爱拔起来，你
较早绑卡，你即马就绑开啊。啊，绑开了后，你就穿无共款的衫，穿无共款的鞋啊。较早穿大领衫，即马就穿 one piece。啊，面的化妆嘛是无共款。啊，化妆就开始白白啊，啊嘴唇啊，啊你的面的白粉的白珠啊，啊胃对来啊，佮有芳味，你地油变芳油，啊你的身躯有芳水，所以。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规个身体的概念，然后对化妆的概念，啊，佮有做囡仔行出去外口，对于家己的身份，啊，家己的做头路的自信，拢无共款啊。咱台湾唔那是女性啦，其实咱台湾吼有真侪代志呢，拢走伫世界头前，咱也较有自信呢。所以讲话，即摆若出门的时阵哦，小整者。对，头毛嘛，适度一个，适度一个，面嘛整一个安尼。是，符合着这个时代，这唔是无好的代志，其实吼，这是对家己整理好了后，规个世界，规个整体会更较好啦吼。